我是美和日班一名塔吉克族姑娘，我爱骑马，这是我的马，也是我的家人。塔吉克族小孩3岁开始就会被父母抱上马背，我也是从小就在马背上摸爬滚打。人和马的感情从穿开裆裤开始就养成了，给马梳毛喂草，就像照顾自家的兄弟一样。平时骑马放羊、转场、赶巴扎，结婚更是要骑着挂满彩绸的骏马去接新娘。现在城里人早不这么生活了，可在皮山县瑙阿巴提塔吉克民族乡还保持着养马骑马的传统。马陪着我走过高山牧场，也陪着我追逐诗和远方。